我是来给你昨晚的答复的。其实从我们认识以来，一直都是我比较主动。昨天老师突然一反常态，我也很意外。我就是想过来向你确定一件事的。说吧。老师，你是因为太久没那个啥，所以爆发了吗？我知道老师是洁身自好的人，但是自律并不代表没有，对吧？所以我是赶上了周期，算仲裁吗？不是。老师，你别激动，我只是在猜测你的行为动机。既然不是偶然，那就是蓄谋已久。也就是说，老师从很早之前就对我的身体感兴趣，也就是所谓的蠢蠢欲动。今年啊，信不信我？啊，老师你别生气，我知道这回超纲了。那我们就说回最简单的，季老师，你对我到底是什么？发展太快了吗？你不是一个人。所以说，你们是成了吗？算是。算是什么意思？成了有很多种意思，我们俩现在也只是口头上的。觉得不够是吗？不是够，我的意思是可以慢慢来。嘿嘿。哎，堂哥，你就别逼7年了。你们突然在一起，换谁都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你放心啦，之后呢，你们的恋爱进程就会由我全权跟进，监督你们发糖就是我的工作之一。哼哼，实习生73144号，蔓草的心静则变。期待老师多多关照啦。